教会非常热情，常常要搁做礼拜时，还会当听到其他无相像的声音，所以咱来操练。那入来即个礼拜长的时，咱就是保持一个肃穆吼，严肃。然后咱若要讲话无问题，要听手机拢会使，就是爱去外口吼，莫影响到逐个人做礼拜迄个安静心。咱三个做伙同心来做回敬的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搁再一摆要来学乐。你是大权能的上帝，你无所不知，无所不为。我要来感谢学乐你。我嘛知影你是真侪人民慈悲疼痛的上帝。伫过去，阮常常犯罪。得罪你，恳求你赦免阮。阮常常掠阮的好，去定做别人的歹，或者是阮立志要做好，总是行出来，常常拢是伤害着其他的人。主，阮要为着阮家己的过失，搁再一摆恳求主你赦免阮，或者是有当时啊，阮的咱是嘛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逐日拢会当活甲非常会有处事，活甲非常的热情。主，我嘛要感谢你，伫1月13号，互阮选出来新的总统、副总统、立委，遮个新的团队，搁较需要上帝，你赏赐因智慧。来安排所有的首长以及立法院的院长和副院长，主啊，阮恳求你掌管伫阮的国家，毋是伫选举的时你掌管利益，就是阮已经选了啊，你嘛有愿看顾着阮即个细细的国家，保护阮的人民。我嘛诚实要将今仔日服侍当工，无论是书会、献歌队、念影、音响、兼接待，逐种的当工，拢恭恭敬敬交伫主你的手中。愿圣神含阮三个弟弟，不但堪服侍当工同在，嘛堪阮每一个想要超找你的面，见到你的面，听到你的声的会友同在，每一个敬畏你的兄弟姊妹同在。愿圣神大大运作运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今仔日伫个礼拜中，搁再一摆听到你对阮讲话，是对阮个人的，是你要互阮的。阮所得到的一切，嘛恳求主你来为阮持守，互阮毋是空空来，又搁空空转去，互阮一日过一日，亲像拢无改变，无进步，嘛无退步。主，阮搁较意爱是伫你的听中间，日日进步，日日更新。阮将今仔日下礼拜搁再一摆恭敬交伫主你的手中，嘛将每一位拢放伫主的手里。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抓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时，请咱来吟圣诗，圣诗69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天父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调集阮做伙来敬拜你、学罗你。伫你的宝座前，阮拍拜敬拜你、学罗你的名。阮的心尊你最大，阮的灵因为主，阮的上帝来欢喜。这毋单是玛利亚的祈祷，今仔日阮嘛要对你安尼讲：主啊，我的心尊你最大，我的灵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保守阮的心，互阮的心，互你吸引，复兴阮的灵。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保守台湾伫1月13顺利选出台湾的总统、甲副总统，阁有立委。求你来赏赐互因新的团队、新的执政的团队，有信心、甲勇气、甲力量，来带领台湾奔走未来道路，互台湾行入一个创新加丰富的道路。虽然台湾一直拢面对中国恶势力的威胁，求你互阮伫即个困难的大环境中，有合一的心智，行出你所欢喜的路，嘛互阮分别为圣，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嘛成做台湾的祝福。
求你来看顾伫战争中，特别伫乌俄战争、甲以沙战争伤亡的人。你的人民因为战争甲病痛受苦、受困绑的子民，求主你来施落你的疼伫中间，求你亲自伫这中间来掌权，来安慰每一个受伤的灵魂，并且伫这个纷扰无平安的世代，赐落平安。嘛，恳求你来保守双连教会，无论是牧师团、中级、同工，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同款的心志，有勇壮的灵魂体，会当来为你的福音来奔走。感谢上帝，阮安尼祈祷无够额，要用主假是阮的祈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讲。阮听你的，阮你的名声，你的福音道，你的旨意之家，你的灵亲自的引领，阮的知识来互阮，下面阮的保护，亲像阮到下面保护的人，我会做阮的事，对阮发的爱，因为我发的一定跟恭喜受福，大家都是基督，阿门。即时，请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13篇，嘛是圣诗后面第19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姐来用。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尔尔。你到你讲话时显明罪记，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求你用牛叉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这时，咱要来请圣歌队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伫花园内》。
感谢圣歌队所献遮尔水的歌声，甲上帝做伙家庭回园来，感谢主。这时，咱要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上主的话，第2遍传予约拿，讲起来，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将我交代你的信息对因宣布。约拿随时起来，照上主的话去尼尼微。尼尼微是非常大的城，要3日才会行得透。头1日，约拿入城宣布讲，过40日，尼尼微就会毁灭。尼尼微人信上帝，就宣布禁食，对大甲小拢穿满衫忏悔。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遐，伊就对王位起来，替礼服，穿满衫，坐伫火湖。伊阁对尼尼微人宣布讲，王甲大臣下令，人甲精细、牛群、羊群，拢不准食物件。毋通互因食，毋通互因啉。人甲精细拢着穿满衫，对迄个人迫切求救上帝，着悔改、放杀歹的行为甲暴力，无定着上帝的回心转意，无法大受气，互咱灭亡。上帝看到因的所做有悔改。放弃因的歹所行、歹行为，就改变心意，无将所讲会知的降落伫因心上。以上，这时咱要请咱所敬爱的洪秀琴牧师来传讲信息。要讲的信息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各位兄弟平安，真欢喜咱做伙来做礼拜。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所以恁伫周报内底拢有列着迄个奉献题啊。随时即个讲道，咱因为 COVID-19。疫情开始，咱就拢会晓超前部署，所以顶礼拜彭牧师已经伫咧马其顿人的呼声内底，已经甲宣告的信息讲甲非常的清楚。愿咱大家拢看重即个重要的事工，为遐个宣教师机构来祈祷，嘛用金钱来帮助因为因奉献。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旧约。约拿书，伊讲的嘛是一个跨国宣教的故事。伫未开始讲道之前，咱先同心来祈祷。大权能的上帝，阮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要首先来为着全世界的传道师、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因放下家己舒适的生活，去到青云的所在，主啊，恳求你的神，卡面三角地带，将平安赏赐予因，予因所行的路，拢是你甲因保护的。既然因所欠过的，无论是因家庭上伊的配偶，或者伊囡仔的需要。每一个你拢看过，你要按四面八方，将因所需要的资源赏赐予因，祝福每一个宣教师因头前的路站，嘛祝福这个机构拢有够额的财力来支持这个宣教师。阮特别将每一个受呼召真侪宣教师的人。来恳求，主，相信我们要恳求你。当你若呼召阮做细的工，阮嘛无要提示。
主，阮透过今仔日的约拿书，看起伊第一摆无顺服你，造成的后果，阮今仔日拢诚做阮的提醒。主帮助阮伫每一摆面对选择要顺服，或者是毋顺服，或者是阮个人人生种种的选择的时，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恳求你指引阮，互阮会当敬畏你，所做的选择也会当利益家己，利益众人。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咱每一个人，不管你即摆年纪是大或者是小，你是查甫还是查某，咱的人生拢经过真多的选择。有当时咱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有当时咱嘛是有选了毋对的时阵。当然，咱得爱为着咱家己所做的一寡决定来付出代价。就亲像1月13，咱的选举已经结束啊。有的候选人，或者是应该是讲已经就选这个人，因的好还是歹，有时阵是爱时间来检验，才会当知影。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伊进前选的人，尾啊并无做甲真好。较在咱搁过4年，咱就搁再有一摆机会，重新搁来选一个正确的人。当咱选择愈正确的时，这个次数愈侪摆的时，咱的国家就会哪来哪强哪好，咱人民的幸福的指数嘛会哪来哪悬。相款 apply 伫咱家己的身上，嘛是相款。如果咱逐摆选择拢对的偏毋对的较侪的时阵，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哪行哪快乐，哪行哪脚踏哪实在吼。但是如果咱行到现在，人生坎坎坷坷，咱就爱来问上帝，到底是对出问题？是上帝要对咱来磨练吗？或者是咱真正有需要互伊来甲咱调整的所在？求主来面咱，互咱每一摆面对选择的时，拢先来敲找上帝的面。今仔的经文，甲咱讲，上帝第2摆对约拿讲话，那呢第1摆，约拿伊到底对上帝的呼召，伊是安怎来回应？其实约拿书只有短4章尔，真紧就会当看完。第1章伊就讲到，上帝呼召约拿，爱伊去伊的敌人遐，伊的首都尼尼微城宣布上帝要甲因毁灭的日子。因为约拿伊惊，伊若去甲因宣讲，伊若后悔，安尼上帝就要怜悯因，就袂降下灾难伫因的身上。这是约拿无愿意看见的，所以伊就买一张船票，无相像的所在去。伊想要相骗上帝对伊的吩咐，就亲像今仔日我秀出来的地图，其实是上帝要爱伊去东北安东北边的所在去宣布，叫尼尼微城的人爱反悔，无伊是要降下灾的。总是约拿却西边这个所在去，距离非常的远。伊想讲安尼要走到互上帝找袂到伊，无拍算伊上船，无偌久，海面就起了真大的风涌，用要甲迄个船拍沉落去。
尊严看尊顶遐个人，拢起来祈祷因家己的生命，只有用那伊家己立伫个船的下面，伫遐咧困。当大家祈祷了拢无效果，就去甲用那叫起来，讲你爱紧去祈祷，凡事就是你的上帝，搁较有气力、有法度甲咱平静遮个风和影。伊嘛无想要做，就安尼因就决定讲，安尼咱来抽考啊抽签，看抽到什么人，咱就知影是问题是伫个伊。就安尼因抽考啊是抽到了约拿，约拿嘛知影讲，即个风影就是伊造成的。伊就甲船顶的人讲，你就将我带落海里。即个海就会平静，但是这各船的人，伊不忍心安尼做，伊继续是咧拍拼过去海岸，总是无法度，所以只好顺坦用咱所讲的，就带伊等落海里，海就真正拢恬静落来。第二种讲到伊等落海了后呢？来一只大只鱼，将约拿吞入腹肚内，3暝3日。约拿对倒袂当去，只好乖乖伫遐祈祷忏悔。伊讲：上帝，你是有怜悯嘛，佮肯听人祈祷的上帝，嘛敢若你会当拯救我。你若拯救我，我会你来献祭，和我所有一切的愿。上帝听到安尼祈祷，就互即只鱼感觉腹肚无爽快的款，就安尼来吐，将东家伊用那吐出去大地顶面。这就是咱今日煞接落去读的第3章。总会讲，今仔日是国内外的宣告。其实早伫个约拿书嘛讲到，上帝已经咧开始跨国宣教。上帝要甲咱讲的是，伊毋是干那以色列人的上帝，伊是咱全人类的上帝。所以伊毋是干那听你尔，伊嘛听你所无欢喜的人，你讨厌的人，或者是讲跟你无相款的人。所以上帝呼召约拿去伊的敌人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的日子，照讲，迄个城是爱行3日才行会透。但是约拿伊心不甘情不愿，伊敢若要行1日，而且敢若讲一句话，伊讲过40日，尼尼微城要被毁灭，过40日。尼尼微城要被毁灭，就安尼，伊敢若行1日，所以有学者研究咧讲，这尼尼微城若照眼眶安尼说起来，爱3日，伊有可能心不甘情不愿，所以就行直径1日就该行完。但是上帝偏佫较敖。上帝，互遮个人听到用那一句话，就完全来改变。因为上帝是一个大有怜悯的上帝，咱做伙来看一个经节，咱会当三甲做伙来读彼得后书3章9节，咱做伙来读。有人想讲主恩情伊答应要做的事，其实伊毋是要恩情，是在用阮力。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所以事实上帝是爱怜悯咱，赢过伊要甲咱审判。总是咱有当时啊，咱拢无够认识咱的上帝，咱拢堪伊有一个真远的距离。
所以当尼尼微城听到即句话时，因的选择是按百姓到国王拢悔改，因嘛拢相信上帝，所以按百姓就开始即个悔改行动。因决定要禁食，无论大小，拢穿满衫，表示因的悔改。甚至国王嘛无搁再坐伫伊的宝座顶头，伊谦卑放了伊的官兵，伊脱下伊的王袍，就是脱下伊逐个掠准尊贵的，甚至伊穿起来迄个满衫是无好看的。人袂爱穿的，搁坐伫恢复的中，这个恢复就是表示真深的一个悔改，连家己都不爱家己遮尔歹，所以这等等拢是悔改的一个行动。第三，甚至国王搁发出命令，爱全国的人，包括因的精神、牛和羊。拢袂使搁再食物件，或者是啉。更较重要就是爱迫切上帝来祈祷，并且停止因所正在行的这些邪恶的行为，并且袂使搁再做恐怖的代志。一个人是毋是真心悔改？是爱看伊的行为相称的，爱看会出来的。这个认罪悔改，一直到上帝看了，就起了迄个怜悯，就真正讲无要降落在伫即个尼尼微城。相反，咱基督徒若悔改，别人是看会出来咱的信仰。到底是真的，或者是假的？有一个遇到故事安尼讲，以前有一只狮仔，伊非常歹。若有人经过伊咧踮迄个山骹，伊就甲伊食落去。但是伊甲伊的同伴讲：“我敢若基督徒，我袂食。”无拍算，有一天，有一个基督徒行过伊的山骹，伊家食了，连骨头嘛嚼落去，敢若剩一支喙无食。伊的同伴转来就讲：“你哪会安尼做呢？你毋是讲过你无要食基督徒吗？”伊就甲伊的同伴讲：“啊，我甲你讲，你毋知影，代志是安尼。”迄个人，迄一天，迄个基督徒行按山骹过的时阵，我就撞过去。我一直甲伊闻几步，我闻无基督徒的味，但是我伫伊的喙有闻到一点点基督徒的香，所以我就甲伊连骨头拢食落去，但是喙我无食。这个故事真值得咱来思想。咱的反省，咱的悔改，敢有真正行伫咱的行动？上帝互约拿第二摆的机会，即摆伊做了对的选择，伊就真无甘愿尼尼微城行去，就安尼行一日，互规个城拢来反转悔改。这尔啊大的代志，若毋是圣神的工课，是真恶正的代志。所以咱来分享一寡圣神的能力，只不过是部分。第一，伊会当互咱看到咱家己的罪。圣神是会当互人光照咱，互咱知影咱做了毋对的所在，甚至咱过去做了毋对的所在。
恳求上帝当怜悯咱、赦免咱，伫咱做了毋对的事，搁再一摆互咱机会来改变。嘛，恳求上帝继续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就亲像诗篇86篇15章讲的，咱做伙来读。主啊，你是仁慈稳定的上帝，无快爱受，阁有丰盛含慈爱含信实。捌有一个人，伊伫咧伊少年的时去打工趁钱，伊常常偷摕一点仔伊头家的钱，当然拢无互发现。尾仔伊来信耶稣了后，圣神光照伊，安尼的代志是毋对的，伊就非常的后悔。伊嘛恳求上帝教导伊要安怎做。伊渐渐欠愈来愈侪钱，愈趁愈侪钱的时阵，伊就写一张道歉的批互伊的头家，而且甲一寡钱放入去内底。伊所做，堪伊的后悔是相称的。伊真正有甲伊行出来，结果伊的头家其实无伫意迄点仔钱，所以头家原谅伊。但是搁互咱欢喜的是，伊做了伊应该做的迄个部分，伊非常的勇敢。我听了伊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我嘛看到伊上帝伫伊的人生内底对伊的祝福，落尾的祝福，比伊过去的搁较济。圣神嘛当互咱重新得到快乐。捌有一个电脑的工程师，伫咧20几当前，上帝就呼召伊出来做传道人。只是当时世界的迷惑较压上帝对伊的呼召，伊当时就无去回应上帝。一直到20几年后，有一天，伊去外国出差，孤单一个人的时，亲像听到一个声音问伊讲：“你阁爱趁偌济钱才有够？”伊就想起来一个经节，就是一个人若趁着全世界，却赔上伊家己的性命，安尼有啥物利益咧？原来上帝一直咧等伊，一摆伊非常勇敢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这位工程师面对这个上帝的邀请，伊无搁再闪避，伊求上帝互伊一个突破、勇敢、佮高雅用的稳定去面对伊。期待今年，即摆已经2024年，咱若拄着困难问题的时阵，咱的态度有哪会当改变？毋是说过，或者是叫上帝甲伊刷开，拢无搁再用旧的方式，是恳求圣神牵咱三个伫地，互咱会当去突破迄个困难。因为有时阵，这个困难是要来成就一个更较大的祝福伫后壁，是咱毋知的。所以，咱若无小心，甲这个稳重的祝福，甲伊杀走，恐惊嘛会后悔来袂赴。愿上帝，互咱什么款的困难，嘛互咱什么款的快乐，来行过去。相信嘛是会当引带安慰咱，并且赐下各种咱需要的恩赐。亲像用那这个个性非常的强，伊的意志甚至是强过上帝。
安尼人，上帝有缘会当使用伊。因为除了耶稣以外，无一个人是完美的。咱拢是罪人，咱来当做就是认真来听伊的声，敲吹伊的面，求上帝继续来引带咱。就亲像保罗讲的，只有上帝才有资格甲咱拍分数。当然，伫咧服侍中间会有真侪困难，但是逐摆的服侍拢会当互咱增加咱的智慧。我知影服侍当中所受的苦，真正是比一般无服侍的人更较济。但是咱若想到主耶稣为着要拯救咱，伊嘛经历了真多的苦楚。所以比起主耶稣所受的苦，咱的苦就无算啥物啊。上帝真意爱锻炼伊的同工，就亲像伊咧锻炼用那相款，用那因为上帝会磨练伊学了顺服这个功课，因为伊的顺服不但救了伊家己对大鱼的腹肚出来，相信伊嘛救了几落10万人，无论大人或者是囡仔的性命。亲爱兄弟姊妹，一个正确的选择会带予咱祝福。上帝搁再一摆，互先知用那机会去宣讲毁灭的信息。伊嘛互尼尼微城有40日的时间来悔改。我相信上帝嘛是相款，互咱真侪机会认罪悔改。但愿咱拢会当趁着耶和华通敲吹时，找求伊，对伊来祈祷。期待咱今年的生活上、选择上、学习上各方面，拢会当互圣神来甲咱引带，并且会当互上帝来甲咱使用。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来到你的面前，搁再一摆恳求你，撤销阮一切的毋对过去的错误。伫新的一年，互阮有一个新的开始。主，互阮会当伫你的引带内面，互你欢喜。主嘛，互阮批判家己，愿意来服侍人、服侍你。当阮欠亏时，你就来安慰扶持，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欢欢喜喜行伫服侍你的道路顶面。阮来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洪牧师真宝贵的信息，求上帝帮助咱会当每一天的灵修，然后来知影上帝的心意，会当行伫上帝所欢喜的道路。即时，咱们做伙来吟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这时，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天父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所赏赐予阮丰盛的恩典，予阮每一天拢有够野用，搁有存。阮这时所奉献的金钱，来做你施工的路用，求主予阮所献的会当得到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周报第4页，小会公告。伫2023年12月，定期小会议决通过。要定伫主后2024年2月初4，嘛是主日第3场的礼拜了后，伫10楼下礼拜堂召开2023年度定期的会员好会，会当顺利来升会，请在籍的会员会当踊跃来出席。
在籍的会员，若是因为做兵，还是咧旅行，其他无法度通好抗疫的原因，请一定爱伫2月初3拜六进前，会当向小会议长还是小会书记来请假，来当帮咱会当来参会。2月初4，伫主日迄天第4场的礼拜，拢有照常来举行，请兄弟来注意时间参加。第4点，在籍的会员的名单公告伫教会10楼的公布栏，若有任何的问题，会当来通知小会议长还是书记。第5点，伫即摆定期的会员互会无过另外要寄开会的通知，会当由牧区的小家长会当来通知在籍即马所有的陪产的会员。第6，即摆会员互会要选派2024年度教会经常会检校的委员。即礼拜特别的事工，伫本周日为着总会所定的国内外宣道奉献的主日，要呼吁兄弟共同来为总会传道委员会所推动的各项的传道事工来关心参与代祷甲奉献。新春感恩的翕领的节目吼，伫咱的传播委员会有翕摄影双联迎春拜年的节目。即摆要换各位兄弟来做主角，要定伫即个礼拜日主日吼第3场礼拜台语礼拜吼，就是咱今仔日即场的礼拜了后，要伫10楼的礼拜堂外口吼，也是迄个当来来拍祝福新年祝福的话，欢迎咱的兄弟吼，甲厝里的人，甲小组的团契会当做伙来翕。要伫新春的节期吼，每一天来轮流来报来放吼，会当来祝福大家，会当新春会当祝福新春的祝福。集体关怀伫本会会友担任美严长老娘甲陈安君长老的太太吼，伫1月初7安孝主怀，定伫1月26。就是即个拜五上午10点半，伫台北市的第2殡仪馆景永楼1楼至真餐厅至真餐厅吼举行日念的礼拜。另外，搁定伫1月28后礼拜后主日上午的10点，伫基督个人安息日会。上山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本会会友到美丽姊妹的先生刘中仁先生，伫1月12安孝主怀，定伫1月24，就是即个礼拜3下晡点半，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1楼至真餐厅举行日的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总备委员会领袖的工作坊吼，伫第3系列会当画出工作的意义。这详细吼，拢总有12节课吼，为3月初9开始。伫每礼拜6 10点到12点，伫806的教室吼，讲师是张凤玲，较1000块吼，所以你若欠薪吼，2摆以来吼，会当专业拢会当来退费吼，所以这详细的报名的方式吼，请看咱的周报第7页。总备委员会第2个消息，伫西里做就班吼，是伫2月18、25，甲3月初3、初10、17甲24，拢总6节课吼。伫每礼拜日的10点，礼拜日的9点甲10点，咱的讲师是梁维珍牧师，伫9楼的会议室吼，详细的消息看咱的周报第7页。
双连教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消息，2024年旧历年前咱拢有固定每一档咱拢有温馨年菜送到家伫有真济咱孤大也是讲囝儿无好通好照顾一寡家庭会当有即个年菜来，互因伫即个过年的中间嘛会当做回来围炉每一份的年菜是每一份的年菜是1350块，咱计划拢总爱有130块，所以你即个捐款请会当甲教会的陈美仙干事来问详细的内容伫就报第8页。佮另外伫另外要补充报告教界消息，伫教会公报社定伫即礼拜日下晡2点要举办海洋之舞，就是蔡瑞月的故事新册发表会，地点是伫玫瑰古迹伫蔡瑞月舞蹈研究社伫遮附近教会遮附近尔请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中详时嘛会当来关心即个舞蹈社可能会去互文化局受惠的代志。以上，即时请阿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真欢喜，咱今仔日有一个新朋友，曾乃静姊妹，欢迎伊伊以前阮伫圣歌队过，检测有哪有人会捌伊。好，等者咱礼拜结束，才麻烦乃静姐妹你较去。迄个贵宾室，互阮逐个甲你熟悉，有哪会当介绍教会，互你知影。好，只是敢有其他的新朋友。好，安尼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你。阮知影有侪兄弟，因即摆的身躯已经拢无好势，连要来到教会的。才调都无法度，求主你施阮怜悯因，你看因的心是向着你、听你的，你就常常派天使天军围雷伫因的身躯边，囡仔有病痛的，求主你来医治因，嘛互因有迄个坚定的心志来听候，迄个病会当慢慢啊好起来。主啊，即个人生真正是。无容易，总是阮若有你通好我靠，阮就啥物拢毋免惊。恳求主你伫阮每一摆，你光照阮的时，阮就会当紧紧活倒转来恳求你下面愿引带阮头前的路站，阮就相信有一天，阮就会当入去迄个花园内，含你做伙享受，做伙快乐。阮将阮的心愿拢摆咧伫你的面前，我恳求主，看阮三角地地，圣神嘛常常来引带阮，嘛医治每一个身体无好势的兄弟姊妹，嘛安慰遐家庭有人死失的人，主你要亲自成做因兜的主，帮助因，互因度过上界艰难的时间。主，阮就将阮的祈祷拢交伫主你的手里。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即时，请咱起立来吟祝福的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
愿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的大疼痛，以及圣神的光照安慰，含扶持，常常含咱三个弟弟，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列岛小温，恭受差遣。